香港環境保護署一直積極推動環保項目，致力促進善用能源，提倡節能，將能源生產同使用對環境所造成嘅影響減至最低。為此，環保署委託顧問公司試驗喺合適嘅廢物處理設施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最後選址喺青衣嘅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建築物嘅天台層。市電並聯式光伏系統，利用光伏效應將陽光轉作成電力。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嘅光伏系統主要包括一組安裝於中心天台由54塊單晶硅太陽能光伏板合成嘅光伏板群組，同埋3個安裝於電制房單上逆變器。由此，太陽能光伏系統所產生嘅電約13千瓦，每年可達15000度電，亦即係相等於減少咗約8公噸嘅二氧化碳排放。電力足夠提供俾10間12人使用嘅會議室作日常運作。光伏發電系統包括13千瓦嘅單晶硅光伏板、逆變器同相關嘅控制、保護同監察系統。空間電荷區產生於 P 型及 N 型半導體之間，此區所產生嘅電場阻礙咗載流子嘅活動。當 P-N 半導體暴露於陽光時，太陽光子會被光伏模組嘅電子吸收，太陽能量幫助電子走向 N 型區。此時，電動將會產生於 P 型區，呢一個過程稱為光伏效應。當一個完整電路產生， N 型區嘅電子可以由導體流向電動，而呢一個電子流動就係電流。此項目嘅太陽能光伏板群組係由54塊250W嘅單晶硅光伏板組成，提供咗較佳嘅轉換率。此外，光伏板合乎 IEC 61215、IEC 61730及其他國際標準，證明其可靠性及安全性。光伏系統於設計上結合咗多方面元素，精益求精。考慮到遮蔽效應會減少光伏系統嘅電力輸出，工程師精心計算出最佳嘅角度、位置及光伏板之間嘅距離，以能夠輸出最大嘅功率。遮蔽效應主要係基於2個因素：第一，太陽軌跡及香港嘅地理位置；第二，光伏板周邊嘅建築物。電腦模擬可以用於計算因遮蔽效應而減少嘅日照度。呢類軟件提供龐大嘅環球氣候及地理資訊數據庫。為此，工程師建立咗大樓低層天面及高層天面嘅電腦立體模型，以模擬方法同埋結果，從而計算出因遮蔽效應而減少嘅日照度。每塊光伏板所減少嘅日照度會自動產生於模擬結果中。根據已計算嘅遮蔽效應，光伏板以仰角22.5度及由南向西57度嘅擺放，能夠輸出最大嘅功率。此外，工程師以3維電腦軟件詳細模擬陽光嘅影響，證明喺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天台安裝光伏板唔會造成顯著嘅陽光。而光伏板上嘅防反射塗層，可見光反射率只有約8%，達至最大程度嘅陽光吸收。光伏模組表面嘅透光玻璃能減低因光伏反射陽光而引起嘅眩光，避免對附近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由於呢個太陽能光伏系統安裝於現有建築物天台，為咗避免破壞建築物天台嘅防水層，呢一個系統採用咗冇茅山嘅安裝方式。光伏模組吸收咗陽光後，會將太陽能轉化為直流電流，轉送去逆變器。逆變器總共有3個，安裝於中心1樓嘅電制房內。直流電進入逆變器後，會將接收到嘅電流轉換成交流電，喺同市電同步後輸送到配電系統。所有由太陽能光伏系統輸出嘅電力，會供俾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使用。除此之外，呢一個項目配置咗一個能源
監察系統，用於監察整個光伏系統各線路部分嘅狀態，並記錄系統電力輸出嘅數據，從而了解系統係咪正常運作。亦可以統計呢一個系統為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所節省嘅電力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喺未來嘅日子，我哋會繼續積極推動環保項目，提升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嘅生活質素。